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，恁这会追求正义、找求我上主的人啊，着听，着看迄块石盘，恁就是对遐拍出来；注意看迄个石穴，恁就是对遐挖出来。着注意看恁的祖先亚伯拉罕，看恁的老母撒拉。我选召伊的时，伊单单家己一个，毋过我祝福伊，互伊子孙真济。上主要安慰耶路撒冷，安慰伊所有的风波。我要互沙漠变做亲像伊甸园，互风波亲像上主的园。伫园内有欢喜快乐，有感谢俄乐的歌声。我的子民啊，注意听我讲；我的国民啊，着压耳孔听我。我要将律法赐予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做万民的光。我的胜利已经逼近，我的拯救已经发出。我的手骨要统治万民，海岛拢得听候我来，一直期待我来解救。着举头看天，压落看地，因为天要亲像烟雾消散，地亲像衫穿旧去，内面的子民亲像蠓虫死去。毋过我的拯救会永远存续，我的公义代代无穷。着听恁这个认捌公义，有甲我的教示藏伫心内的人，毋免惊人甲恁踢笑，毋免论别人甲恁侮辱，因为咒虫会甲因吞灭，哪阵得食衫，虫会甲因食了，哪阵得食羊毛。毋过我的公义会永远存续，我的拯救续到万代。上主啊，着醒起来，醒起来！你的骨头着坚强起来，亲像早时的年代，亲像早时的时代安尼着起来。甲拉哈伯倒做一块一块，搁插透迄个大海怪，减毋是你。互海甲大深渊的水打去，伫深渊开一条路，互得到赎回的人过去的，减毋是你。安尼，上主赎回的人，拢会倒转来，因为欢头喜面，沿路唱歌，转来耶路撒冷，哀叹悲伤拢消失。上主讲：是我才是安慰恁的上帝。是安怎你得惊一定会死的人？因的性命不过亲像草。你是安怎袂记得你的上主？袂记得迄位铁开穹苍、立大地根基的造物主？你规日惊吓无停，惊迄个想要毁坏你的欺压者受气，其实伊的受气袂当伤害你。受掠去的人真紧就会得到讨放，因袂死伫监牢，嘛袂欠客食物。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摇动海洋，互应互花好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我的称呼。我将我的话藏伫你的喙，用我的手的影热砍你。我铁开穹苍，甲大地下根基，甲耶路撒冷讲：你是我的子民。着醒起来，醒起来！耶路撒冷着爬起来！你有啉上主摕互你大受气的杯，
啉互人电来电去的酒，规碗公啉甲焦焦。伊生的囝儿无一个会当甲伊插缀，伊饲大汉的儿女无一个会当甲伊扶缀。即两层的灾祸，你拢捌拄着。啥人会当甲你做伙悲伤？毁坏甲风火，饥荒甲刀剑临到，啥人会当甲你安慰？你的囝儿昏倒伫街路口，亲像互人梦着的羚羊，因充分感受上主的大受气，受真理的上帝的责备。所以，恁受苦耶路撒冷住民，无啉酒嘛颠来颠去的人啊，着听！至悬的上主为着伊子民伸冤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看，我已经对恁的手，将互恁颠来颠去的杯摕走，恁毋免阁啉我大受气的碗。我要将即碗酒摕互苦楚恁的人啉，因捌甲恁讲，拍落去，互阮搭家去。迄时，恁的脚趾摒亲像涂骹，亲像街路跍在因搭家去。